中代理一个公园，两个阿弟啊咧耍这种长势会飞的椅啊，是愈耍势愈紧，愈耍愈激烈，实在真危险。啊，家长嘛质疑，这款危险的器材无应该出现伫个公园。 两个囡仔伫咧公园耍三人转势手臂，那三个囡仔手抓扫啊，规个人缀椅仔伫咧空中转势。另外一个白衫囡仔两手抓两个椅仔伫咧涂骹哪踅哪走，互椅仔飞起来。白衫囡仔是愈走愈紧，椅仔嘛缀咧愈踅愈凶。坐伫咧顶悬的囡仔就伫要飞出去啊，搁一直叽叽叫。 白衫囡仔则放手爬起，你想要做伙耍，毋过另外一张椅仔无人抓，嗅来嗅去，险啊嗅到因两个。被摇得很快，有时候我看这管的这个很危险，有时候你抛到草地上面，抛到这个可能会受伤。伫昨昏下晡4点外，地点伫咧台中大理的公园，囡仔耍转势飞椅，家长看到拢感觉危险，除了操作有问题，市议员嘛质疑公园内无应该出现这款危险的设施。就是小朋友。 他就是不知道危险在哪里，才是小朋友。公园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如果有潜在性的危险我们台中市政府也会来做一个改善的一个部分跟提醒。我们现场已经有设立相关的使用告示，像这一次从影片来看。 是有那个不当使用的部分，它不当使用其实也会造成自身的危险。建设局人员强调，囡仔游乐场拢经过安全认证，会搁加强宣导正确的使用方式，嘛提醒家长带囡仔来公园耍，要特别注意耍的方式，避免意外发生。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